新竹关西有一条竹笔桥，是在地农民上山做田拢爱经过所在。7年前因为风台害去，最近伫边仔佫起一条新的铁桥，想袂到一过桥就撞到山壁，这车路变甲下尖尖，农民做一个车根本就无法度过。新的铁桥顶悬，毋但积水严重，边仔的护栏空芳嘛大甲互人流仔会惊。行伫桥顶爱特别细腻，更加含的是，行到对面竟然直接撞到山壁，无路通行。最窄的地方还不到1米，最窄的地方不到1米，这个车子要怎么样旋转呢？对，农民车也没办法走，连机车都没有办法走。你农产品要下来，连机车骑都没有办法骑。去年镇公所才开400万起一条新桥，取代7年前做风台害去的竹米桥，想袂到新桥起了伤过悬。农民平常时用的机具根本袂得过，就算人要过去，嘛得爱背对下骹才有路。冬天的时候没有大宗的木材啦，用大铁牛一直下。我们上面很宽呢，非常宽，起码有2.5米到3米。就是以前是种橘子啊，橘子那个姜啊，那个如果收成的话，成果丰富的话就 OK 的。问题现在就是路的问题，桥不能过。这座桥是在地20多位农民到对面做田的唯一一条路。7年前桥长去了后，20多家田园拢趴远。原本真期待新桥，却因为设计问题无法度用。镇公所表示，目前新桥会暂停使用，随后会搁进行变更设计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